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辉瑞 BNT 儿童疫苗第2弹，今仔开始注，大约有78万的5岁到11岁囡仔准备要注射。政府嘛按算讲，伫迄热进前帮囡仔做好第2弹哦。另外有专家警告讲，国外研究发现讲，奥密克戎会中和感染的风险是比 Delta 悬出16倍哦。所以呼吁民众上好拢爱注3档的疫苗。 囡仔坐伫学校大礼堂准备做疫苗，因为辉瑞 BNT 囡仔疫苗第2期为2日开始做，为家长袂放心，特别到学校来陪囡仔做疫苗。打还是安心一点啦，因为外面疫情这么严重，我们总是在外面走来走去的，集中时间为主，所以就还是让小朋友打，因为后续放暑假，那还是蛮担心疫情的一个状况。施打莫德纳疫苗的有46位小朋友。 那我们施打 BNT 疫苗的有488位小朋友，那总共合计有534位小朋友，施打率是53.24%。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一共78万个5到11岁囡仔做第1期辉瑞 BNT 疫苗。为即麦开始，那过满4礼拜拢能做第2期，希望伫7月休抓进前增加囡仔保护力。 另外，指挥中心公布中和感染的定义，也就是确诊了后3个月内，那症状恶化，而且快筛阳性或者是 PCR 阳性，CT 值27以下，会看作是搁一摆染疫。有专家引用国外研究发现，奥密克戎中和感染的风险比 Delta 悬出16倍。第2次跟第3次的感染时间是落在65天左右。 所以大概也就是说，一个人确诊完以后康复完以后，他可能在未来的2个月和或者2个月半左右，他极有可能，这时候可能是他的自然的抗体已经开始下降了。 医师强调，做疫苗能防止搁一摆感染，呼吁民众一定要做满3期疫苗。另外，高岛疫情已经伫非洲以外35个国家出现，总共有超过2500个病例，也为欧美、泰加、亚洲、新加坡出现第1例确诊个案，南韩也传出2例疑似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要伫23开紧急会议，讨论是毋是将其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边境管制检疫已经放任做3+4，也毋过1礼拜只开放25000个人入境。国民党今仔甲旅游业者开记者会，指出讲因为机位真有限，所以造成飞机票是起价真贵哦。所以呼吁政府放任入境的人数，台湾人嘛应该会当毋免受到名义的限制。 最近政府边境慢慢解封，6月15日境估计3+4上路，毋过考虑奥密克戎变异株威胁，甲国内医疗量能，初期间开放单周2.5万人入境，出国旅游团成团纪录也连带受限。渐渐进入暑假，然后返国的热潮、出国的热潮，那人数势必会超过25000人的。那我们现在团体只能上架，只能看，可以报名，但是不能收钱。 不能签合约，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限制。登来台湾的机会是拢无费，有业者欢迎。要登来台湾的国人，小姐抢名额，世界门各航空公司限额之下机会都算问到，啊毋过票价是真悬，或者是只存真贵的商务舱。如果以一般外籍航空，它从那么远的地方飞到台湾，只允许50个人入境，那你看一般飞机可以坐到200-300个人。 就引申下来的抢名额、票价。为改善目前遇到的困境，业者建议政府应该赶紧研议放任入境名额，可将本国人民排除伫限制名额以外，来保障国人回乡的权益，各解决航空公司甲旅游业者营运困境。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把国人跟这个国际的旅客呢，或是国际的商务客，我们做一个区隔。 这样子的话呢，大家不用为了这个2.5万的部分呢，而且我们又可以达到这个防疫的一个效果。国民党副秘书长王玉敏表示，有不少面临要被渡籍的民众，要赶伫7月2日登来台湾办理户籍登记，啊，毋过受限入境名额上限，恐惊影响年底投票权。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恩恩事件的真相是愈来愈清楚了。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伫市政会议表示讲，伊会负全部的责任嘛强调讲，所有同事拢已经真拍拼了，伊家己会好好反省，卖来检讨所有的过程，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恩恩的爸爸是指控讲，因为新北市家己要求讲，较真正需要卫生局的同意，消防局才会当派救护车去耽误着就医，应该爱有人落台负责。不管如何，身为新北市的市长，我都会负起责任。新北市长侯友宜日亲身出面，讲要把责任担起来，希望减少恩恩这个案件的争议。新北市府方批评讲处理的态度真消极。侯友宜表示，伊嘛捌失去囡仔，会当体会，所以保护生命一直是伊上界重要的任务。不过，针对关键81分钟的录音档去互公开，侯友宜是表达遗憾。那中央也在公开的开会场所说，新北市并没有延误就医，录音档的外泄造成家属以及相关同仁的困扰，我深感愧疚。侯友宜向市府的同仁发声，相信大家拢已经尽力啊。不过新北市府坚持讲，迄当阵是照中央的指引。不过指挥中心讲，119收案就会当派车，同时嘛会当联络卫生局。那恩恩因老爸是强调讲，都是因为申报独创的防疫 SOP， 较真正都爱听候卫生局的同意，才会当派救护车，至少去牵着送病院的时间。所以除了要求消防局长甲卫生局长都爱落台负责，嘛问侯友宜伊当时都已经听过完整的录音档啊。不管是横向或我老婆的报案电话，你到底是什么时间听到的？你在第一时间4月中下旬你们内部检讨报告，你就听过了吗？你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你都听完还觉得你们内部没有问题的话，你今天不用道歉。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恩恩因老爸表示，规个事件显示新北市防疫派遣中心迄当阵根本就找无人，卫生局嘛无24点钟值班的人员，要求市府唔通阁乌龙隧道啊，都要赶紧完成行政调查，结合内部的报告，甲真相公开，嘛无摆渡会寻求法律的方式来讨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美国商会今仔发布2022年台湾白皮书，针对供电开放边境人才等议题，向台湾政府提出建议。也毋过，美国商会嘛指出讲，去年的白皮书，台湾政府只针对5项有做改善哦。因望讲，台湾政府应该要提出愈较积极的作为。俄罗台湾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2台湾白皮书，呼吁政府把握这波转型的黄金时机，签订全面性的贸易甲经济协定。所以台湾爱继续消除原来贸易障碍，或者是至少伫高敏感度产业展现协商的意愿。第一要务就是美台双边贸易协定。我们希望这个架构倡议呢，能够也是很快的把。内容就双方能够同意，然后开始走下一步。美国商会调查有77.9%的受访企业对电力供应表示高度烦恼，在确保能源稳定也是政府即马爱正视的问题。另外，还有人才劳动市场重组，加伫安全的情形之下开放边境，比如此类的议题。台湾美国商会伫2021年列出87项，不过统计落来只有5项议题列为已经解决，比2020年原本创下上好纪录13项一半，还佫较少。在今年的这个结果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其实有特别的提出这个 urgency 啊，就是急切性。台湾其实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当头，我们希望它不要迟疑脚步。除了提供台湾政府建言以外，商会也向拜登政府呼吁启动双边贸易协定的参详，也鼓励美国国会透过立法，要求行政部门今年应该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暂停禁止台湾的石斑进口，目前至少有3600吨的石斑要先处理。农委会是打算讲要开4月来推动内外销，专连超商今仔嘛宣布讲要先买500吨哦。有消费者表示讲，伊买来小听，也毋过嘛有人认为讲石斑的价格伤贵咯。会议顶头会当看到各种石斑鱼产品，有几只鱼啊，嘛有啥物拢已经去除的鳞片，阁有鱼片。石斑鱼一向是餐厅料理，不过这个因应中国暂停石斑鱼输入，专连配合国内促销。石斑鱼鳞片落价卖139块，
有消费者决定消停，但某人对价小感觉伤贵。它那个肉好 Q。那你觉得这价格你能接受吗？好吃的不管价格。我不大会想。不大会想买哦。为什么？我是觉得蛮贵的。全联会当讲是台湾农产品产销的拍火队，过去经少别仔生产过多，全联大手笔买来促销。2017年经少了将近2亿。去年中国开始暂停输入往来适客，全联嘛是买入。这届石斑鱼搁一届出手，原本农委会有估连锁超市超商会当协助卖出150栋，全联今仔宣布要买500栋。这个一直以来，农民如果有事的话，那就是前面的事。目前无著名的科技业业者甲全联已经包下1000栋的石斑鱼，3600栋将近3成已经起炉，佮配合其他促销、延期等措施，农会对稳定价销是乐观对待。下早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特别出席促销记者会，当面来感谢本土企业小天。记者林丹碧、卢丹昌为新报报道。台湾的农业部今仔来台湾访问，卖伫2022年台北国际食品展为台湾国家馆开幕哦。台湾有22间食品厂商是在因的产品要来销解给台湾民众。台湾农业部政务处长吉尔佐蒂斯支持来台湾访问，这是台湾为经济创新部处长了后，一礼拜来阁有高级官员来台湾。这摆访问团人车济，阁有20位媒体随行。一到台湾，就先参加2022台北国际食品展开幕式，为台湾国家馆揭幕。Lithuania companies encountered several disturbances and discriminatory actions in the trade with China. In this regard,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Taiwan for the efforts to help in this complex situation. 吉尔佐蒂斯表示，感谢台湾对台湾的支持，希望借此机会增加双方的合作。这摆食品展有23个食品，各有18个国家馆，台湾有22间厂商参加，包含引起支持台湾风潮的鹿特巧克力，规模拢比去年较大。现在立陶宛的啤酒和巧克力在台湾也都受到非常大的欢迎。我要告诉大家。今天这场盛会所呈现的，有许多我们民主同盟的、我们民主盟友的优良产品。总统蔡文也亲身踅展区，除了支持各国农产品，共享民主价值，也讲到最近石斑鱼被中国禁止进口，感谢日本等盟友相挺民主鱼的争议，也到农委会设立台湾馆展区来加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传出讲有警察集体收黑钱哦，检方调查发现讲有代办业者甲新北市桃园，阁有新地的警察斗空。警察是帮本地防吊扣车牌的车开一张吊销的红单，罚单落好了，就唔免防吊扣车牌6个月，会当随个换牌哦。检方昨暗约谈79个人，信后是有警察佮代办业者加强14个人互压起来。头例咧一直用手查面咧闪镜头，是煞都行入去地检署复讯。洪玉谈的还阁有因规个过程拢无讲话，前后拢总有79个人互带去问。新北地检署伫个20月指挥几百个调查官发动搜查，因为警界爆发出集体贪污的案件。涉案的员警有9个人，大部分拢是新北市树林分局。伫个现任还阁有前任三都派出所的同仁，不二个。毋那新北的警察，桃园市还阁有新德县警局，嘛有员警涉案。上尾啊，干那警察都有7个人去互声押禁见。那侦办这个员警配合代办业者违法开立不实吊销的罚单。代办业者勾结代检厂以及监理站不实验车，涉嫌收贿、图利、伪造文书等案，
于昨天持搜索票搜索。原来是为着要让吊牌车会当定身来使用，检调追查发现讲，有代办业者亲像和警方斗空啊，软法律旁，爱民众甲这个吊牌车开去指定的路段，才够互特定的警察来甲拦查，配合这个开单了后吊扣变做吊销，干那爱纳罚金，甲过去监理站安尼个会当定身领牌。廖姓等14名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收贿、图利以及刑法的伪造文书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证、逃亡、湮灭证据之余，检察官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那乌西警察为着要互领牌更较顺势，代办的业者还佫涉嫌和大检厂、监理站联手开无实的车单等等，犯着伪造文书罪。代办的业者等14个人，有7个人防声押，其他的人以3万至10万块交保。是讲警察家己知法犯法、正义的形象，实在拢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昨宣布新的违建处理的方向，修法若需通过，明年的正月初一开始，民国83年以前的违建未当搁征收了。若需违反规定通报就会先听除。也毋过议员是表示讲，违建未当修理，这可能会有公共安全的问题。一间搁一间的违章建筑铁皮厝，一直是台北市市容还佫公共安全的正大问题。过去淡水变做市长的时阵，为着无要互状况恶化，是以83年12月31号来做一个界线。过去的违章建筑除了危害公共安全，还佫专案计划优先查报拆除以外，其他会当翕相来立管，暂时毋免查报拆除处分。另外，今摆这违建依照现行的规定，伫咧原本的规模无增加关度，还是面积的修缮行为，嘛会当翕相立管，毋免优先查报拆除。不过，市府21号提出新的方向，也是修法通过，为明年开始，过去83年进前这违章建筑是袂当来修缮，也无是优先查报拆除。违建是不合法的建筑物。目前台北市政府正在修正法规，对于83年以前的寄存违建，将不再同意修缮。如有修缮行为，将优先查报拆除，并预计从112年起实施。因为大部分的任期敢若到今年底，不过这样政策是通过，会伫明年来实施。有议员认为，这种重大政策应该留予下一任的市长来做决定。另外配套无够，更加引起像有讲是结构老化来放弃，也是影响到道路安全等等的公共安全问题。过去的寄存违建，如果有修缮的行为的话，也会优先处理。可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可以处理，它一样是会存在。但是呢，它因为又不能够修缮，所以导致的一些危险问题，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应该要很多的配套的考量才对。王新义认为，台北市建管处的人是有限，大问题应该来优先处理其他更严重的公共安全危机，像讲是山坡地这老的厝无法度来倒紧的问题，已经对着真侪居民的安全造成影响。记者张志勇、陈立峰台北报道。因为疫情中小学3不5时就停课，对学校内底一寡算点钟修理的老师、工作人员影响是真大。有真侪民进党立委早起就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研究讲安怎来提供补助。教育部是表示讲纾困补助方案已经送行政院了，应该连日就会公布。这期就要结束，全国直到6月21为止，有3616间学校全校也是部分停课。有一个新北国小课后照顾人员就讲，新北多数的学校拢已经恢复实体课，但敢若5月份收入就过减半，影响是真大。一般的话大概就是15000到2万左右。但像我自己又是北漂，就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去年是有补助大概1个半月，可是今年目前为止是什么都没有，影响很大。因为停课去影响到钟点过，除了课后照顾人员，还有课后社团定挂起来教师，尤其是延长照顾服务人员，还有督工。民进党伫过开记者会就指出，去年纾困4点控，中小学有18000多名钟点人员接受补助，差不多是2亿6000多万。不过今年也无看到教育部有任何的动作，认为执政党的立委是真无满意。教育部从去年的超前部署到今年的动作慢半拍，有帮忙送这样的案子吗？送出了吗？是我们有提报相关的一些就是争取向行政院来做争取。
教部表示，中小学重点人员纾困方案已经送去行政院，详细台核定公布。因来民进党伫几时认为，上无就要比较旧年补助6成的钟点费，平均一个人爱16000才合理。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人因为防偷窃，佮互对方以要公开私密的影片来威胁，所以唔敢报案。高雄市社会局是鼓励这受害者应该勇敢站出来，会当透过申请保护令等办法，互加害人袂当挖紧，伊嘛来协助解决私密影片的问题。我就开始慌了。因为我不知道他手上有我的影片。短短3分钟，就4通无接到的电话，甚至骂人并威胁要将私密影片放伫网络，互受害者非真艰苦。高市府去年接到将近22000件家暴案，有5成是亲密关系暴力。亲像菲安尼的网络亲密暴力，更是一直增加，伤害未输真正的暴力行为。数位胁迫，甚至一些数位的信息影片的一个散播，所以这个的部分其实都会让被害人产生极大的恐惧。他跟面对面的冲突其实是一样的，对于被害人的身心、工作、生活、家庭都产生很大的伤害。常常看到的网络亲密暴力，包括定位军踪、甲一直传短信、威胁监视，也是偷用网络笑话，佮有性暴力等，像散播私密影片。家防中心鼓励受害者勇敢报警，申请保护令，用司法约束加害者将影片刻落来。但女性团体嘛烦恼法律的约束力无够。这样的法规其实可能是犯过猥亵物品罪，刑度非常轻微，保障的法律意义不是被害人本身的性隐私，所以说这整个的法律制度是完全跟不上其实现代科技、数位科技发展的脚步。为了杜绝网络暴力，行政院3月初通过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4法的相关修正，针对无经过同意乱传私密影片等行为加重刑责。但女性团体也是希望政府推出专法，以免未来有新的犯罪手法，所无主管机关会使做统计，也是政策的改变。记者高雄报道。来看地球公民基金会今仔早起去高雄中共总部门口抗议哦，因呼吁中共应该要针对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提出具体办法。在抗议的过程哦，嘛发生淡薄冲突。快闪来到中共总部门口，款团用乌色的水彩代表着碳卡亚，代表中共伫高雄制造了真大量的碳排量，还有空污，但活动进前就有冲突。中共员工甲款团一度伫遐扭来扭去，警方赶紧甲两边隔开，嘛举牌来警告。离开！不要动我！不要动我！不要动我！地球公民基金会表示，2050净零排放是国家重要的减碳目标，但以2020年的数字来看，高雄碳排量占全国20%，中共更加是这档全市碳排量上悬的企业。高雄敢是会当有效来减碳，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全团呼吁中共，就要定更较积极的减碳目标。你唔是用还未发展非常稳定的减碳技术来当作是因的手段。细悬浮为例，或者 PM10 悬浮为例，它的年均浓度在去年来讲，都大概是3倍到4倍于 WHO 所建议的空气品质指引。这附近的空污这么严重，中钢公司作为全台湾最大的悬浮为例的一个排放大户以及碳排大户，应该是难辞其咎。所以我们希望中钢公司尽快改革。中共回应，因非常努力咧推动着少碳转型，去年嘛成立着专案小组，由董事长领军来整合每一个部门，嘛会透过更较新的设备来减碳。去年已经完成251项减碳的行动方案，一年减少了真济碳排放量。中共是在地企业会甲市府全面来合作，嘛会甲每一个产业来交流，共同来达成目标。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伫台湾18开始，按照欧盟对罗西亚的制裁，甲罗西亚滨海都市飞地加里宁格勒的铁路来进行管制哦，阻挡当地5成的货物的运输。罗西亚嘛呛讲一定会报复。立伫个欧盟甲北约成员国波兰甲立陶宛中央的加里宁格勒居民感觉惊吓危险。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即摆货物无法度入来。Или вообще не будет того
к чему мы привыкли до вот этих событий. 官员呼吁居民唔通遐尼惊吓买物件，表示已经有2台船啊，伫个加里宁格勒甲圣彼得堡中央来运送货物。另外，还佫有7只船啊，伫个今年年底进前会加入。Но мы все же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разум у наших соседей победит безумие, которое сейчас они творят. 加里宁格勒瓦波罗的海伫个立陶宛、波兰的中央，这是俄罗斯的飞地，因为和俄国无陆地接触，伊的边仔去互其他的国家包围牢着。铁路运输需要借道立陶宛，立陶宛伫个10月开始，照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甲加里宁格勒进出口的大量货物使用的铁路封锁起来。欧盟制裁的清单顶悬主要有涂炭、金属，还佫有建材材料。含进前者的先进的技术，加里宁格勒的州长阿里汉诺夫表示，禁令涵盖当地进口差不多有50%的货物。立陶宛安尼做，会引发俄罗斯的愤怒甲警告。На подобные враждеб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треагирует. 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окажут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аселение Литвы. 俄罗斯外交部伫个20日召见欧盟驻俄大使，强烈抗议，要求都要解除禁令。欧盟是呼吁俄羅斯愛冷靜。The EU position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nning of transi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lockade. I appealed to the Russian side to remain cool-headed, not to escalate. 立陶宛强调并无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运输，只是依照欧盟制裁采取行动。因为莫斯科伫个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即马听到莫斯科咧海产，感觉真口水。加里宁格勒的中心是东普鲁士的首府戈尼斯堡的港口，伫个1945年二战的尾期，互苏联红军占领，并且列做领地。这块飞地有俄国重要的战略地位，嘛是重要的港市。陆路防切断了后，俄方的海运还佫有空运一定会增加。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来看斯里兰卡最近因为70年来上严重的财务危机，无钱通进口能源，所以为着省电哦，政府先甲学校关起来，部分的政府机关服务嘛先暂停。国际货币基金的代表团嘛已经飞到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准备要来进行债务协商。伫科伦坡的街仔路，几排三轮车停伫遐拢无法度开工。伫加油站头前排队排几啊点真久，嘛无油通好加。这运将敢若会当拍牌伫遐猛等。学校的教室嘛空空，因为当局为2日开始暂时甲学校关起来，而且停止非必要政府的服务2礼拜，因为爱减少通勤，想尽办法来省油。Not be able to find the food if they don't make money. So what I think is this lockdown will never help the poor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ho are suffering at the moment. 几啊千个学生甲工会成员20日去街仔路示威，要求总统拉贾帕克萨落台，为因家族仔食钱，甲政府失能来负责。因封锁政府的大门，阻挡财政官员参加国际货币基金 IMF 债务协商会议。警方逮捕21个带头的人。斯里兰卡内阁8日批准一项可能会减少总统权力宪法的修正案，来安大家呼吁拉贾帕克萨落台抗议者。斯里兰卡外汇已经打4月份就债务违约。严重的通货膨胀甲长时间的失电，让互民众是心狂火大。20甲国际货币基金的会议如期进行，就斯里兰卡510亿美金的外债进行重组。在讲好势进前，未有新的一轮的纾困方案。这个过程恐惊爱几啊个月，艰苦的日子也唔知爱到伫当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因为钱变薄，薪水无起，物价煞一直起。英国的铁路员工嘛要求讲要加薪水，嘛发动30年来规模上大的罢工。铁路公司嘛对外警告讲，这几天火车拢会慢分。英国铁路大罢工发生了后，伦敦不少通勤族改骑脚踏车，有人开去用行的。 So many buses, they're all full up. So basically, I walked all the way through to Putney. How far's that? Just 15. Good 25-minute walk. 超过500名英国上大的铁路工会伦敦地铁工会成员，这礼拜24日发动罢工，是英国铁路30年来规模上大的罢工行动。这一天主要车站正冷清，只有20%铁路服务维持运作，打乱上班族。准备参加考试的学生，甲计划去参加一场音乐节活动的人的行程，也影响饭店业甲卫生部门的运作。
Tomorrow morning it's going to be very heavily affected because the first trains in the morning will not be able to start up because people who would be normally working the night shift won't be signing on for duty. 劳资双方20最后谈判破裂，铁路海事甲运输工会无法度忍受通货膨胀压力，要求加薪至少7%。佮表示未接受铁路公司提出3%的加薪，因为这比目前9%的通货膨胀率较少。 Grant Shapps can come to the table if he wants. I'm not particularly bothered. He's dictating what they can spend, and he's dictating that they must make unreasonable changes in our industry, which includes, for instance, closing every ticket office in Britain. You know as well as I do, the employers are the people with the mandate. The employers are the ones with the technical details to negotiate this. 英国首相强生伫内阁会议上表示，全国铁路罢工会造成无必要恶化。工会表示，铁路罢工可能只是预告不办的热天都会发生。那通货膨胀到10%的时阵，老师、医护甚至律师拢想要罢工，这也互人想到英国伫1970年代，因为工业甲社会大混乱，发生过不办的冬天大罢工。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国内消息来看，国军伫屏东的满洲佮牡丹乡的九平基地，这几天的演习训练哦，因为炮火声甲飞行机来去，互附近的民众是真不满哦。今仔早起，因就去演训的海边抗议，也毋过国军是强调讲，因拢有做策应的监控，冇事前来通知。为了了解演习对地方的影响，我们会同了地方的村长与第三方公正的民间单位，选定装设噪音监控的地点，希望能降低与改善因为演习的影响。附近的民众是真不满，讲定定咧做演习咯，甚至伫海上拢有管制，互因无法度出海去掠鱼。嘛认为军方提供的补助并无合理哦，因用沙驳车甲入口挡掉的，无要互国军出入。军方是强调讲，军方透过演训来增强战力，保家卫国，望讲全民会当来支持佮体谅哦。经过沟通，全民的抗议嘛已经结束咯。 再来看台中市的南区哦，昨暗有一间人家厝火烧，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其中一个死者是91岁的厝主哦，伊是前台中市议长廖辉王的后生，起火原因目前搁在调查。乌烟甲火为这栋透天的2楼一直冲出来，外面内底有一个人就徛伫阳台边，过路人看到是赶紧要来甲斗相共，这个过程拢去互附近的监视器翕落来。 伫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一栋4层楼高的人家厝，日暗时9点外发生火灾。迄当中有2个人伫咧2楼，因为袂堪咧乌烟烧滚滚的温度，转为2楼跳落来。加在下骹的民众有甲因接起来。一个阿嬷跟她的女儿，然后从那边跳下去，然后我们有接住，然后马上抱去那个星光人寿的门口那边，这样，然后等救护车这样。 这栋透天的厝主是一个91岁的老先生，因太太甲查某囝为2楼跳落来，加在敢若轻伤，送病院了后是平安无代志。不过火是向顶悬楼层一直传起去，4楼的厝主甲外籍看护拢掉伫咧3楼，互赶倒来的家属是感觉真着急。女的是在后侧，我爸爸在前侧，我爸爸在前侧，我在3楼，对，都在3楼。 台中市消防局出动4个分队来拍火，因为这栋透天4层楼拢顶真侪有诶无诶。 地处消防人员伫救人的时阵，是了真侪时间。落尾伫10点32分，把4楼的厝主甲外籍看护救出来，2个人是拢无性命的现象，送病院了后，要是救无转来。2楼、3楼，包括4楼都堆积很多杂物，尤其是3楼，因为他们的房间在前半段，从楼梯口到前半段有1-20公尺，所以杂物很多，所以才费了一番时间把它找到。日透早，火灾调查人员已经去火灾现场做采证。 当地里长表示，这个4楼的厝主是前台中市议长刘辉王因后生，捌做过新中加速公司的董事长，是地方的头人，做人是真纳软，阁真亲民。厝边头尾知影伊过往的消息，是拢感觉真遗憾。都很亲民，身体也都非常健康。对，只是说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步态比较稍微缓慢一点，觉得非常遗憾，就是说，这个很可惜啊，很好的一个老先生就这样走了。 有民众讲，伊看到导火的所在是伫1楼，警方已经调监视器，嘛甲附近的居民探问。不过详细导火的原因也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环团甲台南龙徛的地方人士今仔开记者会，指出讲，针对龙徛掩埋场，虽然经济部已经停止辅导龙徛设处理中心，水土保持的时间许可证嘛已经无效咯，也毋过包商又搁提起诉愿。高雄行政法院会伫后个月宣判，环团是呼吁大家应该爱做伙来关心这个议题，来保护地方环境。莫让龙崎掩埋场案，水保计划生效，死灰复燃。花口号表达希望龙徛囥台场，毋通阁有运作的可能。环团甲地方人士日伫立委的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强调2019年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宣布经济部袂阁展延囥台场开发的许可，而且台南市长黄伟天嘛宣布，囥台场迄搭有41公顷，会暂时列作自然保护区。这个龙崎掩埋场这个工程。却又不撤销它的掩埋场的环评许可证，然后呢，又把这个环评许可证转移到欧兴公司，让欧兴公司有理由拿了这个许可证去控告台南市政府，我是觉得没有道理。虽然经济部已经停止辅导龙徛设置处理中心，而且水土保持的时间许可证嘛已经失效，不过后兴公司却是提出反对水土保持计划失效的诉愿，互关心这件代志的地方人士甲环团是无法度接受。经济部立即取消欧兴公司的开发许可，还是将开发期限呢展延1年哈。我感觉讲是官僚这样根本无视于民意的反对哈。大家都知道哈，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哈，建议欧兴公司不要再有所期待，在这边做任何的工程，尽快脱手这块土地。环团呼吁台南市政府甲经济部等等的单位，应该向法院说明水土保持时间许可证是安怎失效的事实，互法院依法来宣判，嘛互这块土地毋通阁去互破坏。记者综合报道。红叫做反光镜菩萨张秀雄1九当外，甲路边19万地镜用切甲金。最近传出讲已经伫6月份过网络是食到80岁哦，也毋过伊对这个社会爱一直留伫大家的心内。外口天也未光，这个老先生已经准备出动，开始一天的任务。伊是张秀雄，只要路边反光镜看袂清有垃圾，总是咱看到伊用腿贴骹，用布啊切。9年外，伊家己点点做善事，至少切过19万块反光镜。我这就不为己，我欢喜做，我无所求，我感恩心，我这就切心镜，继续切到我有一天要来离开人间以前，我这片镜要来个切落光。因为退休了后，看到车祸事故，发现反光镜真垃圾，烦恼人甲车的安全，所以导致的想法，可以做反光镜修护员，走遍湘北甲桃园，甲反光镜切落清气看会清。真侪年前，这个做法，互大家知影了后，互人学落是反光镜菩萨。后人甲强悍，安尼我安尼看，伊讲3、2天就来啊，去到大寮啊，这就是拢叫到家庭，这变咱运动无机。无私的奉献，让张秀雄得到交通部颁发的金鹿奖特别贡献奖。即马传出伊伫6月初过身，享年80岁。过身的消息，让各界真唔甘。伊的新妇也甲记者证实，感谢大家关心，希望延续大官点点做善事的风格，无受访问。其实张秀雄点点付出，也提高大家行车的安全。我们定期都有在做一些巡检跟清洁，好，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在山区路段，好像一些北宜公路、北海岸等地点哈，都有去帮我们协助做擦拭。那相对来讲，它可以提升用路人一个更安全的一个环境。反光镜大部分设伫山区、弯路，也是市区行仔路，防止视线看袂到，发生交通事故。镜面清气有助用路安全。张秀雄切反光镜看起来是小事，不过伊的善心照光人甲车，也照光大家安全返厝的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政府因为大落冬治水洪灾的方案要来进行区段征收，也毋过民众就质疑讲，因的厝防征收变做脱水池，也毋过边的农地却变做是建地。县政府是强调讲，会尽量甲民众的厝排除伫征收的范围。
民众伫门口挂政府恶意征收，海军变无角度里被捕抓抗议。这是5吉乡5吉路3段大路东地水防灾区段征收案的单元专辑范围，抗议征收案痕自体被拆掉，变跳空地甲停车场边农地线正做建地，所以正生气。你把农地变建地，把建地变停车场，安尼这样合理吗？为人厝10几年才开千万起好，即马煞面临拆掉命运，望政府唔通正做跳水池。我是讲，看会当卖去咱就说，伊顶个乡亲嘛捌讲过，讲这路边啊，你甲当做迄个蓄水池嘛这安全问题嘛真大啦。大路东地水防灾区段征收，伫个路东宽近道路外围，划分12个单位，有98.5公顷，望将路东计划区内周边保护区变作地水防灾目的的都市发展用地，不影响到公共设施划设的合理性以及它的区位上面的功能。那我们尽量来让这些建筑物能够排除在居家征收范围外。环保局最近已经决定，自袂影响公共设施维持的合理成为前提，会将民众的厝摆伫区段征收范围外。最近已经草拟都市计划修正案，未来会送县都委会甲内政部审议，望透过都市计划修正来解决证据，更早日完成区段征收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有真侪观光客海上的活动哦，嘛加减拢会去影响到渔业的环境。花莲县政府是用浮桥啦，规划出一条航道，限制海上活动的范围哦。也毋过嘛是有真侪游客拢无去注意，拢超出范围，嘛去影响到渔民的作业，互渔民是真不满。这是花莲秀林乡中地的海墘啊，本来到热人都有真侪游客来这耍独木舟等等的水域活动。不过大量游客嘛，互在地定点渔场的业者是头壳摸咧烧，水域过度的干扰，互渔民的鱼啊受到真大的影响。冲突是不断的，我们抓鱼，然后他就在我们的渔具上那边玩啊，我们也要顾我们自己的安全。最主要的影响会影响到什么？渔获吧，最重要是双方的安全啊。因为水域活动伤过受欢迎，最近中地的海墘啊已经有25间业者，大家拢讲未入去渔场作业的范围，尤其是双方做水域活动的时间并无共款，应该要互相尊重。独木舟的一个活动啊，大概都在7月、8月、9月是它的旺季。那定时渔业的一个7月、8月、9月是它的休补期，就是它的休息的一个时间。所以在冲突上应该会减到最低。为了让双方卖互相干扰，花莲县府特别修正水域活动休闲管理办法，规划中地的海域会当活动的范围，为海岸线延伸320公尺到清水断崖的方向，而且利用浮桥扭出航道，禁止游客入去渔场的范围。针对之前常常会发生游客在这个安全水域50公尺的部分，这个界限不清楚，所以县府我们去放这个浮球让我们的这个独木舟的这个游客知道这个浮球的一个界限，不会说不小心跑到这个定置渔网的这个接近的一个范围。不过，根据渔民提供的影像，也是有未少游客会入去作业的区域。针对这点，县府表示，若是违反规定，会当罚游客1万至5万块，也若业者会罚3万至15万，而且禁止办理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县土豆的产量占全国的7成。目前的收土豆，县政府今年嘛开放5个乡镇110条的道路，会当互农民来申请拍土豆。也毋过最近有部分所在可能有民众嫌讲正挡路，就把土豆拢清掉农业处是表示讲，农民若是无申请，会防处罚；民众破坏嘛是违法，会交予警方来处理。现在进入土豆采收期，真侪农民采收土豆后，却找袂到拍场。为了方便农民，县政府提供5乡镇总共110处的参间道路和产业道路，要让农民当作拍土豆场所。但农民需要提早向在地公所登记通过，才当在这道路拍土豆。农民同无你即马无路，无所在拍。即马大家所在拢一边仔尔，没有以前那个三合院有大埕。咧拍土豆的所在咱公所有提供即个三角锥甲即个警示灯请咱各位农民、各位市大大家拢爱确实当咱即个拍土豆的前后一定爱放好警示锥但近期却发生有用路人因为道路被土豆阻挡，就直接将道路的土豆移除。对此，县政府乱出表示，若农民提出要当拍场的农路，
拢会由公所和警方审查同意才会合法来使用。希望说，还没有申请的公所哈，尽量辅导农民来规划一些，就是他现在有在晒的农路来帮忙申请。在道路上铺晒的农作物可能会遭用路人或其他人去恶意的去踢落至路旁或水沟，那该行为涉及到我们刑法的毁损。警方表示，若经过申请道路的拍场，拢会合法公文。嘛希望农民会当搭咧拍场的明显处避免争议。但若是农民无申请，就占用路权，被检举会被开罚1200块到2400块。如果用路人若是任意破坏遗毒经过申请合法的拍场，将被以毁损罪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还是15000块以下罚金。记者为您报道。解过的电动脚踏车，有的车是骑甲真得紧哦，上100公里嘛毋是问题。台南市的警方连续3天严格处理，嘛查扣28台，这大多数拢是外国移工的车。警方嘛表示讲，11月初1开始哦，所有电动车拢爱挂牌，才会当上路。警方联合稽查，连续3天针对改装电动自行车强力来查缉，有的车根本无合格标准，有的车身明显是变造。上罕讲的是，其中有未少的电动自行车时速竟然高达900公里。部分店家为了牟利，以化整为零方式进口大陆制的不良电动自行车零件，然后拼装后以较低的价格贩售给民众。此种未经审验合格的电动自行车，有安全上的疑虑，而且时速长可达近100公里。那连续3日的强力执法，我们总共取缔没入了28辆拼装车。电动自行车限速在时速25公里以下，但是改装了后会当到70到80公里，甚至超过100公里。业者表示，通常只要改装几个部位，速度马上无同款。不过，这款的状况甲无够驾驶是同款，安全是真有疑虑。政府会有电动自行车，是因为它在合规嘛？合规就是让还没有驾照的人，你可以上路。改装的部分通常都是改控制器，然后改马达。你明明就没有机车驾照，但你就是硬要骑一台机车速度的车，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无照驾驶的感觉一样。电动自行车对11月1号开始，嘛要挂牌才会使上路。行政院长苏贞昌更要求执勤的环境要事先准备，加强处理。另外，劳动部嘛配合针对外资讲加强宣导，要阻断电动自行车飙速的乱象。记者王正훈台报道。已经过身的台湾文学家叶绍德，伊伫日本时代出世，捌经过228白色恐怖时期。伊写的台湾文学史讲是研究台湾文学非常重要的著作。少年导演柯惠林加感谢林金家团队，用舞蹈、舞台剧、电影等无共艺术的形式，翕出台湾男主叶绍德一出真特别的纪录片，来嘛做伙来了解这位台湾文学家。作家咧创作的时阵，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拢无落帮忙伊。经历日文到华语书写的转换，也经过白色恐怖的黑暗日。台湾文学前辈者叶绍德先生伫戒严前独立完成台湾文学史纲，建构台湾主体的乡土文学史。面对孤单稀微的写作路，叶绍德以勇敢也惊吓。文学到底是啥物？文学就是上帝和特别的人降下的报应。叶绍德在生辛苦为台湾留下真侪人对伊的感念。少年导演柯惠林甲感谢林正杰等人，面烂读23本的叶绍德专辑，也做真侪功课，甚至带11位艺术家用3年多的时间结合动画、版画、行动剧多元的艺术元素，高规格拍这出合作台湾男主叶绍德的纪录片。这要用身躯的语言去表达文字的语言。这因拢爱经过这些范畴，才有落去呈现出来。伊的路、伊的文学价值、伊的生命、伊的精神，永远是当代的。这个经济待伫遐遮久，即马不艺，有人甲这土晓开，互伊大汉。所以这个不艺的过程，袂当单纯靠一个作品，爱靠众人去看。我想大家会当得到这满满的感受。下东派立委甲议员也到တင်報南北二路的電影院，希望招更較濟人回顧台灣現代史，也用這出下世代的藝術影視作品，讓葉紹德的台灣文學命脈有新的能量。記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報道。來看港埔濟漁民最近伫湄公河，佮掠到一隻真大隻的正水烘仔魚哦，大概有300公斤重、4公尺長，嘛創下世界上大隻的正水魚的紀錄。
柬埔寨渔民用青色的篷布，把大只的正水巷仔鱼为湄公河拖起来。这只巷仔鱼分数有3.9公尺长，300公斤重。超过2005年，伫泰国发现的293公斤的大只土虱。这只鱼是目前世界上上界大只的正水鱼。So this is very exciting. It's very exciting news because it was the world's largest fish. It's also very exciting news because it means that this stretch of the Mekong is still healthy. 研究人员把这只分数圆润润的巷仔鱼，号名叫做满月。这已经是柬埔寨北部伫2个月内通报第4只大只的巷仔鱼，而且都是保的。研判这真有可能是因较接生卵的所在。为着要更加了解这种大只正水鱼的特性，研究团队伫因的分数点放追踪器了后，就放因转去。拜拜。This world's largest fish was the first fish that the team tagged and released back into the river, and that means for the next year we'll be able to track its movements to learn about the stingray's life. 目前科学家正烦恼的是，湄公河当面临非法乌白掠鱼啊，甲塑胶粪扫污染的威胁。而且即马柬埔寨按算要起几个水坝，用来做水力发电，真有可能会大大影响湄公河的生态环境。研究团队当摒死希望甲泰国、柬埔寨、辽国甲越南等等的国家会当做伙合作，推动湄公河保育的计划。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